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唱歌爱来挂喙罨，若拍麻雀咧爱来挂手套。这个麻雀馆让4个半月总算会当恢复营业，也毋过这个防疫的规定同款是真严格，工一道都要有隔板。这个拍麻雀的过程，除了挂喙罨，嘛爱挂手套。有民众讲，挂手套来拍麻雀，虽然咧自摸的时阵会减一寡这个趣味，但是总算会当甲好朋友做伙来拍牌，嘛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。甲铁门拓开，顺续清理门后壁柜台批。4个半月无开门营业的麻雀馆，拢是地图4个臭扑味，不过总算伫要会使做生意啊。指挥中心宣布，10月5号麻将馆就能开放了。打麻将除了到时候要有特制的隔板之外，也要像我这样戴着手套。不过戴着手套打麻将要摸牌就有困难。这可能是大事，可是我就不见得摸得出来。已经拍牌拍10几年的先生，挂手笼摸牌摸真久，也是摸袂出来。虽然减一寡趣味，不过总算伫要会使拍牌，民众拢真欢喜。第一次用戴手套打麻将，因为很多朋友都会互相联络，因为可能也是太久没打牌，想出来休闲打小牌这样。现在的话呢，摸就不太清楚，会有失误啦。4个月没打牌，我们一些牌友都说快要闷出病来了。那民众真期待，总算会使和朋友做伙拍牌。头家嘛专工开钱订隔板，一组就要2700，规间店订落来，干那隔板就要6万，而且还要自费买手笼提供给民众。我们真的是久旱逢甘霖了，我们也有设置了隔板，交叉的，它是 X 型的，很碰啊、很吃、很糊啊都没有问题。戴着手套好，触感比较好的，大家可以戴得比较久的，不要戴上去不到2分钟，然后就出手汗了，那大家就会偷偷的把它拿下来。虽然惊有民众只兴奋，就无甲防疫做好，不过业者嘛做好准备，要迎接真久无做伙拍牌的牌友，要做伙来享受拍牌的快乐。